热爱刀剑工艺的陈婉芳制造刀剑40多档，熟练足侪项电机工艺技术，以及对使用材料的坚持，互伊成为东亚地区唯一入选美国500刀剑的艺术家。本人有幸在这本的作品集里面有出现过2把，这把叫圆月弯刀，这把叫做柳叶剑、柳叶刀。而为什么说每一个刀剑的喜爱者会喜欢上这种作品集里面的东西？因为它是顶尖，它是 top 的。陈婉芳的刀剑剑身使用特别的金属，剑柄使用足侪项珍贵木材，并且掌握剑身完美的平衡，带来全新的刀剑艺术。这摆嘛展出伊上得意的作品七彩剑。我这一把是原创。我一直到坚持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卖。但是它的第2代复创的卖过很多。这个就是我的坚持。为什么要制作的不一样？因为这把七星宝剑里面金木水火土通通包含着。有的人做的七星宝剑，它只是一把取名为七星宝剑的七星宝剑。材料在我们任何的工艺品里面，它所占的因素绝对是最大的，而不是技术者的功力。一个好的材料可以放个100年、1000年，它不是问题。而我所用的一定会有小叶紫檀、黑檀，甚至于蛇纹木，甚至于用到了金丝楠木，我都会把它用上。伊的作品不止刀剑，伊还阁将金属运用伫地鼓顶悬，互恁地的人嘛会当欣赏到地鼓的工艺之美。我们要让我们生活品质，要让我们的美学概念增加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器皿美化。而器皿美化的前提，一定是要材料好、设计好。所以我会把一个茶壶设计得非常的漂亮，让使用者他赏心悦目。这摆嘛特别邀请台湾知名金属品牌，诠释全新的金属样貌，互传统的金属成为艺术品。更加有运用3D 列印技术制造而成的金属金鱼，打破大家对金属的印象。展览将伫咧9月10号伫索卡艺术空间展出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